我发现我现在感觉身上的责任非常重啊，有时候一句话说完，当选手就落水的时候，感觉自己的语言充满了魔力。你是在说我吗？不是，我肯定。就这两下子，让我高看你们啦！这样说吧，我喜欢立 flag。这次如果我掉水里面，我带我那2个队友跟我一起从这里爬回休息室。从这里爬回休息室。他要从这里爬回休息室，不合适吧？这个烈日炎炎。勇士东尼 OK， 你准备好了吗？来看看，我们东尼 OK 选手已经好，他马上就要爬回去哦，他没有爬回去，差一点儿，差一点就爬回去了。没关系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非常的稳健。好，来看看晕头转向啊，瞧瞧，看看这个，哎，好，动作很敏捷。听说他上一次其实闯关并没有成功啊，并被现场大声嘲讽，搞笑视频，搞笑视频，所以直接就晋升成了一个搞笑视频的 UP 主。哦，不知道这一次会不会重新立一个新的人设，就爬行 UP 主，爬回休息室，爬回 UP 主，哎，爬行 UP 主。我还是很期待他的落水姿势的，希望他不要落水，希望我这个是反向毒奶。哎呦，好，反向毒奶啊，好，沉着冷静，不要爬回，准备出发，漂亮，哎，冲过了，冲过了，哎，来到勇士营地啊，发表感言，交给我吧。他身上承载了他们这一组。整整一组勇士所有人的期待和期望。对，前面的2位都已经落水了，现在就看你了。所有期望，他们的冰箱在你手中。希望这一关不要狡猾。美好的祝愿。回头看了一下洒水师，小心黄。好的。第2个平台相对来讲呢，还比较轻松。轻松，关键是第3个。对，第2个平台面积也比较大。哎，这个来到了这个面包庄啊，看看这个面包庄怎么样？勇士杀手，没想到勇士杀手是块面包。哎 ，OK， 哎呀！小七果然是毒奶一个呀！哎呀，你瞧瞧，有句话说你良心会不会痛？我现在良心比较痛，不过现在还好是比较痛，估计这一季录完，我的良心已经被磨得差不多了。谁能想到？谁能想到？屠龙路上3代无一幸免，全员白给。唉，还有勇士能来破除诅咒吗？在线等，挺急的。是我，是谁来？是我，勇士拉红桑，理发师的公敌。哎呦我的娘呀！我要的是少年感，你现在直接给我整成少年他妈感了。每晚11点之前必须睡觉的超级自律的22周岁老年人，上海市某小区楼长。喂，爸爸。我当楼长。对呀。你是楼长啊？对，我是楼长。拉红桑之前还立过一个 flag， 他说如果落水就要把落水画面印成海报挂在楼门口。勇士拉红桑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不知道就是拉红桑的体力是否是
也是老年人的体力。他体能上应该也没问题，关键是在于下心理。现在第一个桩目前来讲，这个准备时间有点长，不过说明他现在心理整体的状态啊，还是稍稍的没有完全进入最好的这种局面。踏过这个第4个桶，前面就是一片开阔地。好的，非常好，胜利在望，马上通过，通通闪开。晕头转向啊，就来到第2关。你看，刚才我说他现在就这个起赛状态方面来讲啊，他并不是特别的理想。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呢，他在过了这一关以后，我相信他会渐入佳境。没有进入状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再来一圈。我们用时间。哎，对，还是比较稳健的。不错。停！哎呀！哎呀！完了完了！哎呀，不能趴的，要跳。啊，那这关对女生来讲好难啊，太远了，这关有点难。不要停！哎呀，刚才他是准备采取趴在上面，趴在上面其实是最不合理的一种方法。这时候一键入魂就动作要快，不要在上面停留。是的，他一步直接就过去，必须得一发入魂才能过去。哎。比较可惜的是，他这个不知道老师有没有捕捉到他的正面镜头。我觉得如果做海报的话，还是要有正脸比较好。对对对对。有，我以为我第一关就要掉下去，很满意了。但是我其实很想上去唱一首《孤勇者》，爱你孤身走暗巷。算了，要在那里唱才有 feel。行了，现在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有事干了，马上印海报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大家看到这是来自奥运会新增的项目男子双人勇士闯关，来看看这对男双组合表现如何。这对选手呢，也是平时配合多年了。不过有一点呢，今天呢，很明显，36剑校是夺人所爱啊，将王小白鸭扔到一边，把他的盖里老哥夺过来，一起和他组成了男双组合。他们开场之后采取的合作方法是，与以往大不同，非常的有特点，而且非常别致啊。我真的可以，我也要板子，我没有板子。好，我们看到两位呢，今天手拿器械，一起还组队出发。这个用小七的话讲，第一打破了过去的相关的规定。当然，
像这样严重违背规则的选手，看着都不允许了。我给他增加难度了，导演啊，可是他这一喷就变滑了。对。哇，看到了真的比较深厚的兄弟情。哎你们不要在那里谈情说爱了。你老婆在旁边看着，探沟自己老师吟游商人在那里等你们救援。哎呀！太滑了，真不行！哇，这个喷水真不行啊！那等一下上去全湿了，这个桶。是的呀。我觉得他们既然要选择双人闯关，应该更多的是要在配合上。对呀、但他们俩人完全没有什么太好的配合。其实严格来讲，他们俩人你注意看没有，从这个体型来讲也不太匀称。盖里老哥他你看这体重，身高1.90米，这2年的体重结婚以后，他体重迅速增加，也变成190斤了。啊，我懂。所以这么大的体重上来以后，就马失前蹄，第一个就是他。而在台上我们看到是王小白呀，现在已经变成了是王小白笑呀！哎呀，笑的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此开怀大笑。嘿，叫你抢走我老公，嘿，盖里老哥是我的，怎么能够和你一起共同搭档组合呢？哎，请问一下，啊，两个人都在这同样一个位置落水，有什么是不是感到很可惜啊？这种默契吧，是，就是他走了，我不忍一人苟活啊！我们是好兄弟，我们也不是为了通关来，对我们是为了给我的老婆王小白打个样啊！我相信他一定能过。是，我们就怕我们过太多关了以后他自卑。对，我们就是他不如我们，为了给他信心。轮到你了，让我看看你究竟有什么本事。有脚就行。这么自信？对。勇士山城小栗旬的理发日记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人气的一位理发师，小金，哇，动作太快了，哇，这简直是刘翔啊！这哪里是理发师啊？哇，上来以后动作非常的小节。所以你说，其实生活在川渝地区的人们，就是爬上爬下、爬左爬右的这个能力还是很强的。当然了，山城理发师嘛，你看看，哇，他没有任何的犹豫。因为我听说，就是在重庆这个地方吧，被大家称作是一个8D 城市，8D 魔幻城市，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城市生活，这应该是他们平时上下班的日常了。哎，来看看，一发入魂，一发入魂，能否一发入魂？哇，没问题，哇，漂亮！等一下，迅速来到勇士营地，还有一段勇士感言。我是来答应我爸来赢双开门冰箱的啊，3步在我后面，希望你能够好好看，好好学。山城小栗旬到底是来自山城重庆啊？是的，登高速度非常快，就是楼梯没少爬。是这样的。你看人生一串怎么样？啊，山城重庆呢，坦率讲呢，雨啊，并不是像广东啊、广西啊那么多，所以他面对这个洒满水的一个个桩子啊，过去也需要技巧。哎呦，好可惜，好可惜。其实这个呢，主要还是刚才过这个第3个桩子的时候啊，上面有水，太滑了啊。我觉得这个恶龙它这个关卡设计的非常的狡猾。那一关刚好是一个有弧形的一个面包的形状，到上面的人就只能狡猾。各位朋友们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，我们现在赶紧就是多看一眼，就是山城小栗旬的这个湿发造型啊。Cool。有脚就行，但是脚滑了，今天就这个
就确实有点滑。王小白要出发了，老婆相信你。看看这个王小白如何能够单人闯关，战胜前面2位试图先声夺人的男双选手。不急，老婆慢慢来。哎呦，非常的沉稳淡定啊，显得心里面非常的轻松。我觉得也算是盖里老哥跟他的一种默契。哎，先就是让他解除他的紧张的情绪。盖里老哥他就像是他1.9米乘1.9米，就是那个王小白的一个坚实正方形的一个后盾吗？哎呀，话音未落，水里边等待的好像不是这个盖里老哥啊。我觉得还是步子迈小了。步子迈小了是吧？哎呀，真是这时候大长腿显得非常之重要啊！一下戳中了我的痛点。大家看一下重放的慢动作，哇，他没有踏到这个第3个桶的中间的部位。哎呀，比我想的滑。他们喷水了，快拉手。这个桶吧，比咱们想象的滑很多。对不对？不是说我们实力的问题，喷水过分了，它这是喷水，过分了，实在是太滑了，全都是干的，我们是湿的，根本滑不到。为什么？勇士新小门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好紧张哦！哇，紧张起来了，好紧张。第一关的名字叫做“统统闪开”。还不错，你看他上了以后呢，显得非常的淡定。哎，现在顺利到了第4个桶，哎，好，不错。这就是大长腿的优势。马上就来到了我们的第2关，晕头转向啊！看看今天呢，小萌在台上是否是转向晕头？哎，不过目前种种迹象表明，他还是很清醒的。还在犹豫，不敢说话，还在犹豫。这要跳那个大的，近一点。好惊险！哎，这是专门特殊采用的这种，就地卧倒战术，看上去惊险，但是非常平稳，非常实用。好的，哎，太漂亮了。抓住！哎呀，落水也不落水，哎呀，可惜了，太可惜了啊！太高了，这个他们扒着再跳过去。新小萌都没有过，你觉得你们能过吗？肯定是放心，他应该用脚踩。对。哎，他就是实际上起跳点不太一样。是，如果再晚一点可能就可以了，因为他那个时候他跳的时候那个太高了还。
是有难度的，不能太草率，对，像我一样太草率了，太自信了啊，还是不能轻敌的，刚刚在里面看，其实也特别为辛晓萌感到紧张，他已经就是闯到了挺后面的部分了。我本来以为我在第一位这个勇士就可以把我给解救了，你看我都已经把你的快递单给填好了，冰箱就在你面前，但是你没有拿到，很可惜。勇士勇奇妈是双语情歌王，宇宙级发型魔法师山城小栗旬的理发日记的学徒。勇士勇气吗？你准备好了吗？哇，这个勇气嘛，哇，动作很潇洒，漂亮，非常矫健。他刚才就像做3级跳一样，步伐相当连贯。哇，好快，完全不犹豫，想都不想。扮猪吃老虎，绝杀。但他现在头脑还很清醒，现在很轻松的，看看就通过了这个晕头转向。接下来来到忐忑齿轮，瞧瞧。到悬崖边上的时候，他又回来了，上顶点剃他的头。勇士营地有了自己一个非常高亢、只有一句的嘹亮的发言。接下来，他面对的将是人生一串，这时候可以稍稍给你那紧张的、忐忑的心情降降温了。哎，我们后面专门给你配备了优秀的洒水师。哎，好的，哇，确实能感受出来啊，就是勇奇妈她的整个步伐非常的稳，然后迈的也非常的大，就是非常有勇气。而且现在他的姿势啊，运用的一直非常好。你看他在过这个人生一串的时候呢，始终是采取侧面，而且呢，采取上来以后就是跪式落地法。我们现在最远距离已经打破纪录了，朋友们。哎，来看看啊，他现在离终点越来越近了。他现在在我心中是那个种子选手。哎，我觉得他完全有可能登顶成功。人生一串过去，好的，接下来现在看到这是一笔勾销，看看能不能将它一笔勾销。他甚至连中间我不装了，还没介绍就已经过去了。哇，牛啊！哇，勇士妈表现不错，哎，很好，哇。哦，漂亮哇！这次一定了啊！对，这次一定登顶成功。哎，看来是有一股强大的信念支撑着他，他们真的很想给就是我们的吟游商人，理头发。哇，你看，这关非常考验核心啊。这还左右摇摆啊，但他的重心还可以。你看，马上采取跪卧的这种方法，迈开脚，大步走。很稳，非常好，哇！最后一步，最后一步了啊！漂亮，哇！马上来到了我们最后一个关卡，激流勇进。激流勇进，勇气队从容一点，勇气，看到这根绳子没有？抓住它，上来，上顶点剃他的头。加油，勇气妈！哇！哇，太帅了！可以。哇，哎，你今天很快要成为今天第一个闯关成功的男人了，登顶成功了！好，太棒了！哇，今天这是我们闯关当中第一位成功登顶者。恭喜你今天成为第一个闯关成功，有什么想跟观众朋友们说的吗？我就说咱们队不会落水吧，你还看不起我们？哎，你中间有没有一度曾经以为自己要掉下去了？
有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我自己会掉下去，哎，但是他就没有掉下去。撒花撒花！今天第一位登顶勇士终于诞生啦！勇气妈有点子功夫在身上，惊鸿一跃，动如疯兔，此刻只想大喊：勇气，不愧是你！希望勇气妈的好运可以延续给之后挑战的勇士。所以在快掉下去的时候，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支撑你继续比赛呢？因为冰箱。不是因为要给我剪头，走开了你啊！来吧，这个是属于今天第一位闯关成功的勇士勇气妈的奖励，恭喜你！上来给我剪头发，快点！勇士自来卷3幕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轻松啊！团练武奇才3个大字打在公屏上好吗？练武奇才，能否再次一发入魂？大家好，我是丢人区的UP主。哎呀，再来点常有一句口头禅叫你真棒。今年落水的姿势真的是你真棒啊！韩老师，我觉得是这个样子，他可能是因为他之前有风阻的那个自来卷没有了，所以他现在有点不习惯他现在的那个摩擦，在空气中那个摩擦力，然后有点冲猛了。哎呦，分析非常的有道理。其实人呢都有一种潜意识啊，你一旦换了发型，参加这样的重要的闯关的比赛的话，真的是不会有什么好运气。